徛在地看世界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有来指示，希望因第二波入境的名单，甲咱台湾优先来列入。另外，这个香港新冠病毒的疫情佫亮登来咯，确诊的病例涨增加52例，创下到4月初一以来单日确诊人数的新高。上使人担心的是，有20个人感染的路径不明。目前香港确诊的病例数1522例。为着要压制这个疫情持续来拓开，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来宣布，明仔载开始，餐厅暗时禁止伫个室内用餐，只会当包顿去。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，若是无挂喙罨，上悬罚台票2万块。两个主题乐园，迪士尼甲海洋公园嘛再一次关起来。香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包括滨崎新华等等有真个餐厅、有员工也是人客确诊。港府决定讲，为拜三透早开始，每一天暗时6点到过年港透早5点禁止室内食饭，更会使早走。业者指讲，感染病毒一時都未會中。本台4個人嘅衡量翻，我哋啲人都係要翻工，咁啊早餐、午餐可能咧都係要有嗰個需要去食嘅。咁而夜晚咧，第一我哋都鼓勵大家係都多啲喺屋企啦嚇，咁可以翻屋企食飯。如果唔係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可以買外賣。另外，所有人坐大眾交通工具，也是講佇港鐵付費所在，攏愛掛喙罨。若是無掛喙罨，上懸會使罰5000塊嘅港票，等於是室內票將近2萬。限聚令重回只可以4人聚集，婚禮、宗教活動都會收緊翻。12類場所、遊戲機中心、卡拉 OK、派對房間、健身中心、戲院、美容院等等。頂個月18才重新開幕香港迪士尼，還有海洋公園嘛，都愛擱關門，至少愛7天。機場海關嘛有新的措施，為高風險的地區轉去香港的民眾，在登機前攏愛提出檢測的證明，確定是陰性才會使上飛機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嘛宣布講，已經要求各部門允准公務人員調整上班時間，伊嘛呼籲私人的企業實施佇厝的上班。